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2，旧历的11月17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中华永靖发生一件离奇的命案，有一对开五金大卖场的翁仔某，1个月前冤家了家后就失踪了。这个翁婿甲后生讲，是我胎死你的妈妈，随后嘛失去着联络。结果前2天，这个翁婿方发现死离的台南，因为无明显的外伤。 检警也搁咧了解案情。富城男子经营的五金行，铁门关咧无营业，门口又搁打一张精神中的广告。囡仔无在学法律啊，因某病讲叫讲无生活遐物件，甲伊搬人叫厂商先搬转去。 1个月前，屈姓男子甲黄姓太太冤家了后，太太就失踪，厝内人只好报警。屈姓男子随后骑车出去，奇怪是伊出门前还搁向后生讲：“我杀害你妈妈。”然后就失去联络。 差不多11月中啦，顶多啦。伊阵敢甲你讲，伊甲厝有啥物？都没有症状啊。都没症状。检警1个月初到发现屈姓男子死伫台南，因为伊身上无明显的外伤，检警也咧厘清死因，但是太太依然下落不明。那邱姓男子在11月中旬，经专案小组列为关系人通知到案说明时，因为未到案，而且行踪不明，掌握邱姓男子出现在台南地区，但是在12月9号已经发现死亡。屈姓男子甲伊的太太有3个囡仔，翁仔某平常时伫朋友界真活泼，只是太太即马到底伫倒位？涉嫌逮捕的屈姓男子已经死亡啊，警方嘛特线索起，案情是更加复杂。